30世紀賴啟文同28世紀賴玉田，都係過後去遊覽嘅背包客。2、3年未認真寫部落格分享伊哋嘅遊覽經驗，能認識結婚。有嘅新人呢，係喺當年如果帶論新人呢出國去了。前年6、7月的，伊哋第3名來嘅能出世冇幾久，伊哋都家庭囤屋嘅買客，眾多嘅收費。帶論3名來嘅用256日行交為23個國家。體驗各種文化，頭下伊哋未必都愛環遊世界，還有評論新人呢去見識世界有一體嘅，去過一則又一則嘅國家，伊哋每個詞未了解到，也愛睇奶，愈卡愈睇奶，伊哋安尼嘅立場也唔會結束。好棒哦！也喺3名來當中，親生豆豆同做阿媽梁玉田，猛結婚去比萬有客家。用公婆做房創業都無害，有2日做咗屏東家東看老人家，廖啟文係家婆土太嘅。啊，萬歲啊吼，佢調皮啦，佢調皮啊，佢吼講話唔聽啦。萬歲，原來公係冇借，咁迄個食嘅倒閉嘅一個啦，一個嚟去買啊。太好之前啊，我攏睇得會響啦。萬歲，我愈較中強一種選擇，哦愈卡攏常常都是在國強嘅，係啊，擺冇零用錢啊，為咗即個比賭嘅，伊硬係即個強一點，各一趴落啊，即個樣啊，甲去搞強一紅安尼，我記得有擺搞安尼一些推穿嚟差不多1000元啦。哎呦，這個他最喜歡的。去種下市場昂，有得搶轉到做生意家下去結行樣嘅。尤其一條路都行幾頭見老師導航，出面嘅太廟、神農宮行開當然都來，對賴啟文到佢3名來嘢66小出世都要來拜爺。梁玉田印象深沉住係同佢3名來嘢做成點餅。因為跟他一起回家嘛，然後每一年，因為我生的3個都是兒子，所以每一年我們都生完小孩的隔年的過年都要回來辦新丁，然後就是做那個餅新丁餅。阿啟文太好拖係青年中文內，太二時節先到去台北赴會國際志工，這樣是對出國思想都買機票一條，做像自家做，一張發現愛出國做背包客，無像上嘅安難，故數當年都出國，都今年係第10年咧。阿玉田美好旅遊背包客，兩成同樣嘅興趣。因為那時候我們都寫部落格，然後剛好因為我們2個都失戀，所以就常常3更半夜不睡覺，一直聊天。就互為浮木啦，那時候大概這樣。你是說我們孤單寂寞覺得冷？大概就是這樣。那時候我在台中特別冷的。啊，對，他那時候在台中，然後他就下來高雄找我，然後我們就去約會。我知道了。2011年，在印度，這裡是瓦納納西，所有印度人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。他是賴啟文，一個很奇怪的台灣人。他在這裡洗澡。頭擺強下出國做背包客，最挑戰印度，同印度嘅咩確定，我強下過一生年。他先去，他去1個多月，然後我中間才去找他，大概去了10幾天這樣。其實我覺得夫妻或者情侶要決定能不能去一起共度一生，要先去印度走一遭，走完一遭你就知道這個人適不適合了。對，像在印度，我們真的有錢也不一定吃得到好的，所以我們那種患難與共啊，在路邊吃一次那種塵土飛揚啊，或是旁邊一桶水，他就叫你直接喝啊，這樣。你冷靜一點。我們都這樣度過了，這樣那完全幾乎沒有什麼吵架了哈。那回來就差不多要結婚了。因為以前都不跟你吵架。對。楊公婆當年親手出國一面，為自己新的旅遊畫面、新的記憶，甚至係新的朋友。2012年太來出世，他們辦婚禮，做家庭帶定，將3年安太來嘅去東南亞了，40年行6國。2014年天爺出世，又再個帶定背包，帶定2個來嘅去旅遊。前年中太來嘅準備到幼稚園呢，楊公婆做家庭。帶定3名，這樣是1歲到5歲來嘅去環遊世界，同高雄市府嘅買客，仲有150萬元就出國來，出去256年，行了23個國家。每一年我們要做的業績都必須要趕快把業績做到，因為錢冇穿到冇法拖出去啊，所以錢我先穿到。
所以我每年我都做年头，对吧？就是前半年要先把业绩做好，然后做好之后才可以计划下半年出去。所以我们其实明年要去哪里，我们没有计划，就是钱赚到了啊，可以搞不好下个月就出去了。就像我们这一次环游世界一样，因为我们其实机票全部的人就是这一趟环游世界，每一个人大约花7万块左右而已，不到7万。那比如说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廉价航空啦，或者是找到正规航空的特价票。那比如说我们从波兰飞意大利这一趟的票，我们一家5口。然后含选位跟含点餐，这样子才3000块而已，台币。我一出去我呢用嘅呢，那才能我下半日就算你乜全部看啊，啊那個後尾要更加要多奶嘅嚟哦，要奶要講好，要先學完哦，學那3套哦，安尼啦，要話係真講嘅。愛去20-60個國家，交通醫生親難安全，重點係潛到3000嘅節。投資的方面，投物價大嘅國家，兩公婆就貨身外開；投物價高嘅國家，就自家煮，愛錢是到該死嘅蔬菜。轉到台灣做起名股賺錢，也防重工作，每幾日嘅興趣，比如講翕相，係偷藏入去遊覽，累積嘅能力，連到職場同人客打嘴鼓，咩同旅遊經驗有關係。像這種照片，其實如果有一台好的相機跟好的腦力的話，構圖啊什麼拍出來方式就很漂亮。對，那客人如果從網絡上，看到，因為我做蠻多網絡的宣傳啊，看到這些照片都比較容易被吸引進來，那也能夠把房子漂亮的地方呈現出來。聊天的這個東西取決於你個人的知識跟內容嘛。那玩過1年之後，能講的東西太多了，能分享的東西太多了，很自然而然的，就是可以跟個人產生各種不同的連結。比如說，有些人可能去國外念過書啦，比如說他可能在國外有自產啦，那這些東西其實如果你沒有走過，你完全不會有概念。這台超大，這台根本就變形金剛。那是遊覽車改裝的吧？我以為我們的車就很大了，我們車也可以外推出來。兩公婆印象深沉嘅係，到加拿大落去山脈做6輛車旅行，歸路有本河，還有野生動物，也係專本家學進嘅旅程。輕重要係，我監視按太台柴。露營車很長，10米長。我平常在台灣開台小轎車，在那邊沒想到可以開這樣子的車，所以那個轉彎啊，什麼停車都是對我來說都是非常難度，而且一家大小都在車上，對，我掌控着全家人的生命，對，所以開在上面會覺得哇，我把我家帶出去了，然後我有一種真正那種一家之主的 feel，有沒有？就覺得全家人都聽爸爸的，這樣爸爸就是舵手那種感覺。其實我們不是鼓勵大家去環遊世界，我們是鼓勵讓小孩子參與你的生活，不要因為你有一個婚姻就把自己的生活給綁住了。那你把你喜歡的事情跟你的孩子分享，讓他跟你一起去完成夢想，這件事情是很棒的。行到夢想唔單止環遊世界，更加重要係培養生意嘅態。尤其兩公婆本來對單親家庭嘅生意呢，對目下貼一條好些，愛生意呢向下來面對唔特別嘅理財同可能會遇到困難，韓國按用理財係會繼續下去。現在溫度幾度？